喺比賽期間，參加者要用 iNaturalist 分享野生物種嘅記錄。首先開啟手機上嘅 iNaturalist， 登入你嘅賬戶，揀下方綠色嘅加號，揀拍攝相片，然後將鏡頭對準物種，影張相，確認相片夠清晰，能夠分辨出你影咗嘅物種。揀右下方嘅剔號，揀你看到什麼，可以睇下系統為你嘅記錄提供咗啲咩物種建議。喺 iNaturalist 嘅系統會根據物種嘅外觀同附近嘅物種記錄嚟提供建議。跟住請揀最相似嘅物種選項。如果系統揾唔到相似物種嘅選項，請重新為你記錄嘅生物影過張相。跟住按選擇，確認日期、地點、地理資訊係咪圈養或栽培嘅選項有冇填錯，然後按下方嘅綠色剔號，成功新增一筆觀察記錄。揀你新增嘅物種記錄嚟睇下呢筆記錄嘅內容。呢頁有資訊頁、討論區，新增至最外3個區塊。資訊頁會顯示記錄地點同資料品質，仲會話俾你知呢筆記錄係咪研究等級。另外喺下方平台會提示用戶呢筆記錄仲欠咩條件先可以達到研究等級，因為研究等級對今次比賽好重要。喺下一章節會詳細同大家講解咩係研究等級。我哋可以用右上角嘅編輯功能更新記錄，點擊編輯功能，我哋可以去到記錄嘅詳細資訊頁面為物種更新。搞掂更新後，按下方嘅綠色剔號，返去資訊頁，跟住喺討論區入面可以見到唔同用戶嘅物種建議。新增至最外就係用戶收藏嘅物種清單。研究等級意思係指記錄係有效嘅數據。咁點樣先算係有效嘅數據？下面會講解點樣令一筆記錄成為研究等級。喺新增新物種時，請注意日期、地點、地理資訊係咪圈養或栽培，呢啲選項有冇填錯，再揀下方綠色剔號記錄物種。物種喺識別時，生物嘅分類級別係界、門、綱、目、科、屬、種。由於屬嘅級別唔可以完成研究等級判定，請大家參考系統建議嘅選項。喺清單入面揀物種嘅級別，即係種嘅級別。喺平台上要攞到2個或以上用戶嘅鑑定支持，先可以達到研究等級。每筆生物記錄經過平台上其他用戶嘅鑑定，代表呢筆記錄嘅生物資料同物種辨識有一定準確性。我哋喺做記錄嘅同時，可以喺 App 或者網頁用用戶名稱搜尋其他人嘅物種記錄同俾建議。以用 App 為例，首先開咗上方嘅項目欄位，揀探索功能，揀右上方嘅篩選功能，喺使用者一欄輸入用戶名稱，再揀下方嘅套用篩選器，跟住喺清單入面揀一筆未有研究等級嘅物種分頁。喺資訊頁入面會見到呢筆記錄仲未達到研究等級。喺討論區入面都可以見到唔同用戶對物種嘅建議。如果你同意物種建議，或者喺提出其他意見後點擊同意，呢筆記錄就會有2個或以上用戶為物種鑑定。點擊資訊頁就會見到呢個物種已經顯示為研究等級，同時成為今次比賽嘅有效數據。想知多啲相關事項，可以喺比賽嘅活動網頁揾到。2025全澳生物多樣性數據科學挑戰賽將程嚟下載，比賽日期係2025年4月25號至28號。喺呢啲日子入面，任揀一日去戶外區域做生物多樣性調查，然後將相片上載到 iNaturalist。而家就同我哋一齊出發，參加2025全澳生物多樣性數據科學挑戰賽啦！